天半暝，你枕头毛哩是安怎？无啦，明仔载我要较早起床的啦，我就惊讲闹钟甲小燕吵起来，我想讲一个人去住客房。干嘛呢？照是阿母讲，是毋是甲小燕冤家？无啦，哪有啊？你吼，自细汉啊讲白贼吼，都看出出，佫想要骗阿母。阿妈某有缘做伙哦，都爱艰苦斗阵，互相体谅啦。人咧讲，翁仔某是床头拍床尾和啊。阿母，其实哦，我甲小燕安怎拢无重要啦。我敢若希望讲，我无伫个时阵哦，伊通好好照顾你。你安尼替阿母想，阿母是真欢喜啊。啊，毋过小燕是你的某，你嘛爱顾啊。毋通甲囡仔共款，读袂着就要分房间困。你安尼哦，阿母颠倒会烦恼，你知无？听我的话，等去房间困，毋通对小燕发性地呢，有听无？有啦，阿母你较早困。照顾妈，知道吗？阿母，我今天起得早，人有点累，我想进去休息休息。好啦，你入去困一下哈。三虎牛，你来啊！不好意思呢，我们九桃又要拜托您了。哎呦，哪会讲安尼？你即摆有要赶紧走无？没有事情。你来者。哦。三虎牛的意思是说哈，你跟阿健啊，努力努力，加油加油加油，赶快生个孙子让他抱抱。阿健哪有代志？三虎牛还说，阿健哦，有时候脾气不好的啦，你要原谅他，不要跟他生气哦。哦。喂，三虎牛在跟你说话，你有没有听？听。我有在听啊。好啦，人听有就好啦。啊，你毋是要去做工啊？好去啊，好去啊，吼！多谢啦，好，多谢，我累时间啦。神经病，死我！哎，你让一让行不行啊？神经妈妈生神经儿子，闪边去！啦，你在哭。哦，安尼啊喂，啊后头看起来雄雄我咧听听。哦，阿勇，我觉得那个小燕哦，怪怪的哦。怪怪的，哎，亲爱的山地同胞啊，啊是安怎怪怪的啦？早上三虎你要跟他讲话，叫我帮他翻译。哦，他不理人的哦。哪是的？本
本来是不想告诉你的啦，怕你担心。但是即摆想想啊吼，无讲袂用诶，你知无？你想看觅，我爹就安尼啊。阿静不在的时候，搞不好他会欺负腮胡牛的啦。你要去倒位？我去看我的腮胡牛啦。哎呦，今麦提没准呐、腮胡牛一定告诉你没有。我们要去接九桃的时候，偷偷躲在旁边看。哟，安尼嘛有理哦。有理，假笨有理的啦。好啦好啦好啦。不吃饭。我恁哪想互人烦恼咧？这个大条婆啊，若欺负腮胡牛也无够，刷落去哦，佮欺负咱山地小同胞来斗，一声就食咱来咧。哎呦，娘喂，后头讲我来听听，我敢若袂使用把着咧。阿勇，我也给他渐渐有点感觉哦。啊，头家你有亏啊？咱借问者叫林小燕。啊，我是。哦。谢谢。向家来啊？啊，我妈寄来的。小燕啊，什么事啊？你甲我斗讲一个，好不？啊，我听不懂。对啦，对啊。嘿嘿，后回吼，我再来你遐收就好啊啦。啊，有人回头做安尼，互花仔卡，搁摕花仔钱起来互我。大家老厝边啊，讲啊客气，我就用用送来互伊就好啊嘛。我有代志，我先转来吼。阿婆，我妈信上说她最近身体比较虚，需要买一些补品，希望早一点收到这个月的生活费。阿健啊，无互你哦。哼，这个囡仔哦，实在是，我会骂他啦。阿婆，您千万别骂她。好啦，我袂敢骂啦。不过你都爱替我甲亲家母吼，甲下死咧讲对不起啦。有人听无？要甲你买菜刀啦。好好，来啊吼。阿婆，饭菜马上好了，你先喝口茶。谢谢哈。阿婆，您这样子啊，身体会累坏的。来，我帮你按个摩。免啦，没关系，这是应该的。阿勇姐，两位进。腮胡牛，你转来啊？腮胡牛啊，拄啊小燕在用台语叫阮啊。这都是阿母教我的。哦，腮胡牛啊，安尼你搞得对，搞得对。无啦，是小燕较巧啦。哎，恁老的做伙食饭吼。别，今日连花安姊也要来啦，我要传出来外口食咧。哦，哎呀，安尼哦。阿勇姐，你们等我一会儿啊。好。腮胡牛啊，这个大萝卜啊，赞。是安尼讲。来，雪桃啊，
这个给你吃。哎，哎，这哪的三只小笼包，啊你真无礼貌呢！人家鸡腿饼互你吃，啊你是咧惊啥啦？啊！来，行，哎，多谢，不客气。来，哦，做汤的。小姑娘，啊，不然先来走了啊。好啦，阿英姐，来回见。以后啊，有空常常带九桃来玩哦。会啦，小姑娘，我来去哦。啊，再见。行啦，行。亲爱的三弟同胞，等你嘛拜托你，啊，人家带着宝啊都乖，你莫咧胡白讲好无？啊，行啦，哎，苏总，行。哎，啊，等你是要行无啦？车拄好坏啦，行啦。对呀，没想到一票就走人的，没想到那个老太婆那么有钱，我看现在得改变战略了。对呀，你等着瞧。哎，不说了，我先挂了。啊，阿布，你回来啦？说不定阿母来吃就好啦。没关系。哎，阿布，你买那么多菜啊？嘿啊，阿景啊，今仔日要转来啦，我就想讲吼，伊伫咧外口吼。阿母，阿景，嘿，你来遮早就转来？我就想讲哦，下咱较早看到阿母啊，当然嘛随从转来。干嘛呢？敢袂是想要紧看到某，唔知撞遮紧？是啊，这么久没看到我了，都不想我啊。你看，恁某伫咧抗议呀啦。我想，你坐车坐这么久，一定很累了啊。那，你先休息休息，我去帮你放洗澡水，你先洗个澡啊。这样可不可以？会不会太用力？不要按了啦，你会累啊。不会，你在学校教书才累呢。哎，你是不是觉得我按的不好？没有，你按得很好啊。按你就好啦。哎，尚景，你现在在学校教书，一个月要给阿布多少钱呐？给阿母钱？是阿母塞钱给我。说起来哦，我真的很不孝。从小到大，阿母就一直对我劳心劳力的。现在我会赚钱嘞，阿母对我还是不放心。阿布这么会赚钱啊？开玩笑，我阿母是理财高手哎。啊，那他会不会将来把店留给你啊？清楚哎，应该会吧。可是你不是还有个哥哥吗？我听说台湾的习俗是会把财产留给长子，哎，到时候会不会他把店整个家产都给吞掉？不可能的代志啦，我哥不是那种人啦。那可不一定哦。哎，尚景，我有一个想法，我们干脆在高雄买一个房子，然后把阿布接过来一起住，这样子我们不但可以住在一起，我们还可以孝顺阿布，对不对啊？买房子？我哪来的钱啊？又没有要你出钱，让阿布出就好了。那不是要把店卖掉吗？不行，又不用把店卖掉，阿布的银行存折里面有很多钱呢。你怎么知道阿布有很多钱啊？我只是猜的啊。好不好嘛，尚景？你不在的时候，我好想你哦。你就忍耐一下嘛。阿布在这边生活了20几年了，一些老朋友、老邻居全住在这里。你要他离开熟悉的环境，到一个全然陌生的地方，实在不好了。生活可以适应嘛。拜托，阿布归回人啊，你要他适应，不
不能那么不孝啦。哎，我这都是为大家好哎，还说我不孝。我不是那个意思啦，我的意思是说，我们体谅一下阿母嘛，好不好？好，就怪我不体贴，都是我不好，好不好？小叶，你别去对了。谁先哭啦？心爱的，心爱的，再会啦，再会，心花，阿母情花，可比。姑娘，你看你心情在哪在哦？我今仔才车，赶紧进来。老板，你说辣椒怎么一点都不辣？啊，这半年还阁无够啦哦！无够。歹势，恁遮无迟到啦。你是讲无够咸啦？秋兰啊，恁这台着新妇哦，唔拿外表看起来辣尔哦。你是唔甘咸啦？啊，看还有较咸的无？有，小等下哈。来，这款呢哦，全世界上辣，无辣免钱。你说的啊。这款呢哦，辣到你嘴闭不开就会哦。这还有点意思。好了，老板，就搬走了啊。哎，小叶，你做啥？你在那里？对，他们自己说的啊，不够辣不用钱，愿赌服输嘛，对不对？听落听落啦。头家，这情况偌济啦？这，免啦，这送你啦。安尼哪会好势啦？对，怎么会不好意思呢？反正不用钱，我们就多拿一些嘛。哎，小叶，你在那里，你在那里啦。哦，恁这个大陆新妇哦，无规手甲毛去就袂歹啊。多谢啦。小叶，不是跟你讲不用每样菜都加辣椒吗？我妈又不是四川人，吃不惯的啦。你这个人哪会安尼啊？人小燕辛辛苦苦为你煮安尼，你搁讲咸，谁讲我袂食咸的啊？阿婆，对不起，我以后不放辣椒就是了。无啦无啦，无要紧，小可以砸掉啦，你紧食吼。对啦，阿静啊，你一个人咧外口吼，爱纳厝税，搁爱开所费，以后小燕带落迄边的钱，都为阿母这边来汇就好啊。小叶，上个礼拜五不是已经把钱汇到四川了吗？单据你也看到啦。你是不是又跟我妈要钱了？你说。阿静啊，因为我妈要买补品。就算是这样，也不能用骗的啊！我们谈你做情况的呢。小燕啊，小燕，吼、你这个囡仔吼，阿母讲的话你拢有爱听啦。小燕啊。